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用3分鐘時間，快速講清楚一個保險行業入面好重要但好多人容易忽略嘅概念，就係保險業務分類。呢個唔單止係考試要識，仲直接影響你點理解公司、點服務客戶，同埋點樣喺市場上提升自己專業度。我哋主要從3個角度睇：一、法定分類；二、實務分類；三、學術分類。一、法定分類，法律框架。首先，法定分類係香港保險業條例入面定明嘅，係保險公司攞牌定業務範圍嘅唯一依據。簡單講就分2大類：長期業務，例如人壽、年金、退休計劃 A 至 I 9類；一般業務，例如車險、火險、貨運、責任保險等1至17類。呢個分類好似公司嘅身份證，冇呢個就唔可以合法經營。雖然實際操作唔一定跟佢分部門，但法律授權一定要依佢。二、實務分類，公司營運角度。第二個分類係公司日常實際用嚟管理同做市場策略嘅，呢個比較靈活，唔受法律限制。常見有3種分法：按部門，例如壽險、火險、海上、意外，傳統英式斜線美式做法；按業務來源，代理人、經紀、直銷；按客戶類型，個人 vs 商業。呢個角度幫你睇清楚公司點樣劃分資源、搵生意、管理渠道。三、學術分類，產品功能角度。第3個分類好實用，尤其喺做客戶分析時。佢係根據保障功能去分，總共有4大類：一、人身保險，例如人壽、醫療、意外；二、財產保險，例如火險、車險、貨運；三、責任保險，例如公眾責任、僱員補償；四、經濟權益保險，例如營業中斷、信貸、租金。呢個分類可以當做一張 checklist。幫你系統性睇清楚客戶喺邊啲範圍仲有保障缺口，令你唔再淨係賣產品，而係俾出一個專業顧問方案。結尾，掌握呢3套分類框架，就好似你攞咗一張保險行業嘅地圖，知道法規點走，公司點運作，客戶點分析。無論你係新人定資深，只要用得好，就可以大大提升你嘅專業水平同市場競爭力。